清晨的市场里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：几位阿公阿妈买完菜，顺手在摊位上点一杯现榨苦瓜汁，边聊边喝，还会互相提醒，每天一杯就不怕血糖高了。对许多台湾长辈来说，苦瓜几乎成了天然的降糖药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中，大约每4个人就有一个正在与糖尿病奋战。这样的数字让不少人宁愿相信天然食材，也不想依赖药物。于是苦瓜被赋予了救命菜的名号。您好，我是林医师，从事内分泌与老人医学超过30年，一路看下来，我深知长辈们想靠食物照顾健康的心意，那份执着其实很令人敬佩。然而，我也看过太多案例，因为过度相信天然的救没问题，反而送进了急诊。在今天的分享里，我会陪您一起仔细看看苦瓜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，又可能隐藏哪些危险。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小秘诀，会在影片最后告诉您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吃得安心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也许您会想，既然苦瓜只是蔬菜，怎么可能会出大问题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位阿妈的故事说起。在台中，我曾遇过一位68岁的刘阿妈，她平常很勤快，早上总是第一个去市场买菜，顺便和摊贩聊聊天。几年前，她被诊断出有轻度糖尿病，医师开了药，但她总觉得吃药不是长久之计。于是她听从朋友的建议开始，每天早晨榨一杯苦瓜汁，坚持天然的东西一定比药好。一开始，阿妈觉得确实有效，血糖检测数字好像比较稳定，于是她更有信心，甚至连早餐都省略，只喝一大杯冰凉的苦瓜汁。家人提醒她要注意身体，她却笑笑回应：“这是菜，不会有事啦。”直到某个夏天的早晨，她照常去市场买菜，走到一半，她突然觉得脚步发软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整个人冷汗直冒。摊贩见状，赶紧上前扶她，可是还来不及说话，她便昏倒在摊位前。救护车立刻把她送往医院，当时血糖值已经危险地降到很低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刘阿妈的家人吓坏了，他们原本以为靠苦瓜可以减少吃药，没想到却差点因此失去亲人。阿妈自己在病床上也满脸疑惑，明明是吃蔬菜，为什么会这么严重？那么苦瓜到底隐藏了什么风险？它又是如何让一位想保养身体的长辈陷入这样危险的处境呢？刘阿妈会在市场晕倒，其实和低血糖有关。苦瓜里含有一种叫苦瓜素的成分，还有类似胰岛素的多肽。简单说，这些天然物质本身就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。对一般人而言，偶尔吃煸炒苦瓜影响不大，但如果已经在使用降血糖药物，又每天大量喝苦瓜汁，两种效果叠加，血糖就可能骤降。低血糖的危险性往往比高血糖更急迫，因为当血糖突然下降，大脑无法获得足够能量，就会出现一连串警讯：眼前发黑、头晕、冷汗直冒、心跳加快，有些人甚至当场昏倒。这些情况通常来得突然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在临床上，我们确实见过不少长辈，就是因为把苦瓜汁当成保健饮料，天天空腹喝，结果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。检查时，血糖值常常掉到危险范围，若不是及时处理，后果相当严重。
看似只是一杯蔬菜汁，却可能把血糖拉到谷底。更麻烦的是，低血糖往往会伴随肠胃不适一起发生，而这正是许多长辈在喝苦瓜后常遇到的另一个问题。除了低血糖，苦瓜对肠胃的刺激也不能忽视。很多人为了养生，习惯把苦瓜打成果汁，甚至早晨空腹一口气喝下一大杯。可是苦瓜的苦味本身来自一些具有刺激性的成分，对肠胃功能较弱的长辈来说，常常成为负担。最常见的状况就是腹泻和胃痛，喝下去不久，肚子开始咕噜叫，一天跑好几次厕所，有些人甚至觉得整天无力。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榨汁后的苦瓜成分更浓缩，比炒熟或煮汤更难消化，容易让肠胃蠕动过度。临床上确实有长辈因为长期空腹喝苦瓜汁，导致肠胃反复不适，甚至因胃炎重脱水住院。这样的例子并不少，提醒我们，天然的东西如果方式错误，也会变成压力。不知道您是否也曾因为喝某些蔬菜汁而觉得肠胃怪怪的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经验，这样能提醒更多朋友少走弯路。肠胃不适只是表面的困扰，更大的风险在于苦瓜和药物同时作用时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。很多长辈会认为，既然苦瓜是蔬菜和药物，应该没有关系，但实际上苦瓜的确可能和一些常见的药物打架，它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加强降血糖药的作用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同时使用口服降血糖药或胰岛素，再加上每天喝苦瓜汁，药效会被叠加，血糖可能掉得更快更低。除了降血糖药之外，苦瓜还有潜在的肝脏代谢问题，因为许多药物都需要在肝脏分解。如果苦瓜中的活性成分影响了代谢速度，就可能让药效忽强忽弱。对正在使用抗凝血剂，例如华法林的病人来说，这特别危险。剂量一旦不稳定，就会增加出血或血栓的风险。临床上我们也曾见过有长辈因为一边吃药，一边又天天喝苦瓜汁，结果血糖控制变得忽上忽下，一失怎么掉，整剂量都不理想。最后仔细追问生活习惯，才发现问题就出在这一杯天然饮料。这样的状况常常让人误以为是药物失效，其实是苦瓜在背后干扰。看似平凡的蔬菜，如果搭配错误，就像在药物里加了一把隐形的火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或许身体还能消化掉这些差异，但对代谢功能已经下降的高龄者，后果却可能放大成一场危机。当药物和苦瓜产生交互作用，影响的不只是血糖和肝脏，长期下来，心血管也会承受沉重压力。当血糖因为苦瓜与药物叠加作用而忽高忽低，心脏和血管也会受到牵连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种波动或许还能靠强健的心血管系统去掉结，但对于已经有高血压、心脏病史的长辈来说，这样的变化就像在脆弱的桥梁上不断加重压力。血糖骤降时，身体会启动一系列代偿反应，例如心跳加快、血压忽然升高，这些变化对心脏就是一种冲击。有些长辈形容，明明只是走几步楼梯，就突然胸口闷，甚至冒冷汗，这些都是心脏在提醒负担已经超过了。在临床经验里，确实有不少案例，患者原本只是单纯的糖尿病，却因未长期依赖苦瓜汁，导致血糖控制不稳，最终诱发心律不整或心绞痛。当血糖和血压同时失控时，心脏的危险程度比单一疾病更高。心血管的风险往往不是立刻爆发，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今天一次低血糖，明天一次血压波动，长久下来，就像不断在墙上敲小裂缝，总有一天会形成断裂，
这也是为什么医师常提醒，对高龄者来说，保持血糖稳定比一时降得快更重要。当低血糖、肠胃负担、药物交互作用，再加上心血管压力，这些问题彼此影响，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总结的重点。把前面提到的问题串起来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们都来自同一个核心苦瓜里的活性成分。这些成分虽然能够帮助降低血糖，但当剂量过多或与药物作用重叠时，就会让身体的平衡机制跟不上。第一步，血糖快速下降，造成大脑缺乏能量，出现头晕、冒冷汗，这就是低血糖。第二步，苦瓜的刺激性成分加上肠胃蠕动增加，容易引发腹泻或胃痛，让身体更虚弱。第三步，肝脏代谢被干扰，使得药物作用忽强忽弱，病情更难掌控。最后，这些波动都会回到心血管，形成额外压力，增加心律不整或胸闷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苦瓜就像在体内推了一颗骨牌，第一张倒下的是血糖，接着牵连到肠胃、药物代谢，最后压垮心脏。这不是因为苦瓜本身是坏东西，而是当它被过度放大、单一依赖时，就打破了原本的平衡。对高龄的身体来说，维持稳定往往比快速改变更重要。当我们一再让血糖和器官忽上忽下，整体健康就像被反复拉扯的橡皮筋，终有一天会失去弹性。如果这些风险同时存在，并且互相影响，就会让身体掉入一个越来越难脱身的恶性循环。当低血糖、肠胃不适、药物交互作用与心血管压力同时存在时，身体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。血糖骤降让人头晕，肠胃不适又使得食欲下降，吃得更少，结果血糖更加不稳，药效忽强忽弱，使得病情难以控制，心脏承受的负担也跟着增加。这样的状态就像一个打不完的结期，越挣扎越紧绷。对很多长辈来说，原本只是想靠一杯苦瓜汁来养生，却意外地把自己推进一个循环。血糖低、体力差，更依赖苦瓜问题，再恶化，久而久之，不仅健康受损，连生活品质也跟着下降。我常听到家属的心声：爸爸以前很爱散步，但最近常常头晕，就不敢出门。妈妈本来喜欢和邻居聊天，现在整天躺着休息。这些改变不仅让当事人失去自由，也让家庭承受沉重压力。或许您身边也有人因为过度相信天然的就是安全，最后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。如果您有相关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提醒更多朋友提早注意。很多时候，一句提醒就能避免一场意外。这样的故事不只是数据或理论，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。就像刘阿妈，她在住院后，心情和想法也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在医院住了几天后，刘阿妈终于恢复过来。她回想起自己在市场晕倒的那一刻，心里仍然害怕不已。我只是想顾健康，为什么会弄到差点没命？她对家人这么说住，声音里带住颤抖。家人也受到极大的惊吓，孩子们责怪自己没有早点阻止，孙子孙女更是每天守在病房，不敢让阿妈离开视线。这场意外不只让她的身体受伤，也让整个家庭笼罩在阴影之中。医师在病床边耐心地解释，苦瓜虽然是蔬菜，但因为含有特定成分，过量或搭配药物使用时，会让血糖和身体失去平衡。刘阿妈听完后愣了很久，眼眶泛红，只能小声说：“我一直以为天然就不会有问题。”那一刻，她的心态出现了转变，从过去的坚持与自信，变成了疑惑与不安。她开始意识到，自己长久以来依赖的习惯，或许正是把身体推向危险的原因。
阿妈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很多时候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陌生的疾病，而是来自我们习以为常却没有检视过的日常选择。如果想要避免重蹈覆辙，我们需要一些清楚、简单的原则，好让自己在生活中有依据可循。走到这里，我想和您一起整理几个简单却关键的原则。这些原则不是新的知识，而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持清醒，不被错误的期待牵逐走。第一，天然不等于安全。很多人以为蔬菜就是百利而无一害，但事实证明，苦瓜含有特殊成分，过量一样会出事。第二，适量才是关键，任何食材都需要控制频率与分量。对于苦瓜，1周偶尔1、2次煮熟入菜，远比每天空腹喝浓缩汁要来得妥当。第三，药物与食材要分清，药物的效果需要医师监测，食材不能取代药物，更不能私自与药物叠加使用。只要记住这3点，就能避免大多数不必要的风险。很多长辈常跟我说，医师，我记不住那么多专业名词。其实不需要复杂，只要在每一次准备餐桌的时候，心里默念这些原则，就能替自己加上一层保护。在影片最后，我会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小秘诀，让您能继续享受苦瓜的清爽滋味，又不必担心陷入危险。亲爱的朋友，走到影片的最后，我想再次和您心平气和地聊一聊。我知道许多长辈选择苦瓜，是因为不想麻烦医师，不想增加药物负担，只希望用最天然、最熟悉的方式照顾自己。这份心意我完全理解，也真心敬佩。但是今天我们一路走来，看见了另一面，过量的苦瓜可能让血糖过低，肠胃受苦，药效失控，甚至连心脏都跟着受累。这些危险病非危言耸听，而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例子。所以最重要的讯息只有一句：苦瓜不是坏东西，但它绝对不是灵丹妙药，适量平衡才是安全之道。说到这里，也答应要送给您一个简单的小秘诀：如果想吃苦瓜，最好是少量煮熟，和其他蔬菜一起搭配，千万不要天天空腹喝浓缩汁，这样既能享受清爽滋味，又能把风险降到最低，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希望您能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友，让关心能传得更远。本影片内容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或家人有相关问题，务必咨询专业医师。祝福您每天都能安心吃饭，平安生活。